乡亲朋友，福气来了，健康来了，福气来，好好运通。玉梅老师啊，也一生人啊，最感动的就是做得用瑜伽同大家分享健康，增进人生哈，有健康的身体，才有财富，才有健康，才有福气，才有价值，有价值。其实啦，动多动作哈，动简单，总要有安尼心哈，放起来，哈，水电，哈，行路，任何时候，你脑袋里，你意识里，你心都方就要想到讲哦，要健康，要天堂，要想到玉梅老师讲下几番，好，玉梅老师今年甲2年60无好走诶，好，很多的保持安尼。健康安尼能量安尼热情，所以有瑜伽哈，有运动，有安尼福气来的节目同大家分享。好，今日呢，俺教大家，所以的俺就可以做动作的动作，咪可以让人远离大富婆，给富系都市的富吼，唔系嗰种嘅财富嘅幾多事啊哈。好，俺一下衰下來了哈，同樣啊哈，俺都不卡咩，冇多碰撞行啊，碰撞行停遠。好，多碰撞行做运动会受伤啊，你做多榻榻米，哈，也係講天來下有個瑜伽墊，哈，有安尼瑜伽墊，冇做用嘅安尼浴巾啊，哈，合盤嘅浴巾，哈，安尼鋪墊來，冇做有一個安尼保護腰部嘅安尼設施之類嘅，冇做地毯合盤的喂，絕對冇到水泥地都硬嘅地方，嗰個都天然嘅地方就不適合哦，哈，然後人哋水下來了哈，慢慢地看。看玉梅老師做示範了哈，水下來，好，水下來去看，你看放起來看這個，看有水漲冇？冇水都歪歪哦哈，好，水漲來的意思呢，係那個脊椎啊，那個兩骨哈，漲會漲，唔會歪撇。第一個動作，腳彎曲，好，腳彎曲去緩和人個腰部，人個野位哈，佢唔會吃到講你看哈，平常哈個野位會安尼，唔知你看得到嘛？平常水等於個野位會安尼，有一隻孔嘅地方，安尼有一隻孔嘅，嗰時水等於呢，一來一孔嘅，看到哈，都是豎轉來，貼起來，有啲人貼唔起來，一樣個身呢，好，腳彎曲。你看到放起來，要尾骶骨思維呀哈，攞佢吐氣，好，水下來，好，水下來以後呢，你右腳，幫我做腳凳哈，好，一下安尼，唔好是動舒服啊哈，野位貼地，好，下一個動作吸氣，腳卡起來，你講老師我叫腳卡唔出，安尼辦辦，咩唔怕啊，有卡就有好。好，安尼咩唔怕，慢慢的一捏，腳趾會伸出來，好，用到咧，你訓練人都是呢啲，好，慢慢的下來吐氣，好，不用下來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你做的腳伸出來，就上下就做的訓練到人嘅腹肌的力量，要動強哦，要動作動強。好，你張開始噶哈，你安尼手不用輕鬆，你腳安尼沒做得，你做得安尼，你沒做得轉腳踝。好，訓練人嘅下半身，腳踝的氣動中間，而比做的循環。好，然後慢慢的下來吐氣。好，你看哦，人家都是會有力的數入來，用到都市的力量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然後好吐氣下來，做10度哈，手不用壓1，好，2，不用壓吧，很簡單。好，你假使講啊，都唔掉嘅，太酸了，就不用下來。喺做得的話，重複啊，你訓練，你張開始慢慢，好，慢慢，越慢哈。動作越強，好，你動腳嘅話哈，喺動腳嘅話你就冇辦法，好，你安尼，好安尼，動腳嘅話有動腳嘅效果，好，你慢慢的話，你再慢慢的停，
好，不用好了，哎呦呀，冻酸了，好松松啊，好，因为老师会老太甲讲啊，酸痒的话要按一下啊，按酸，好，按一下的话，你就表示讲释放两个酸痛的能量，好，过来啦，go弯脚，好，中央不用了，好，让心吼，专心都慢慢的吸气，脚抬起来。好，因为老师有同大家讲哦，假使你存唔出的话，安尼无相干哦。无知讲啊，老师我存唔出，我冇办法做，唔系，你做安尼就好。好，慢慢的，照顾身体哦，从头到脚，到脚趾头、脚趾甲，马甲全身做种到呛呛，啊，有能量安尼哈，唔要直接搞人脚趾头、脚趾公，好，够再慢慢的存出来，好，慢慢的下去吐气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上来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张开始慢慢的下去，好，慢慢的上来，好，做到关节去，当你做100多，好，从10多开始啦哈，这样做夹的，好，要完全是用那个都市的力量。好，记得咯，也顺序是慢慢的下去，慢慢的上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享受。做提起，记得做压扎动作，对呀，放松。记得咯，做提起要做到压扎动作，好，放松吐气。乡亲朋友，假使讲唔系做到动松，唔系知道讲人都市动有力的话哈，你就脚伸出来，安尼，安尼很较强哦。好，左脚伸出来，右脚站起来。你刚刚做到动缩起的啦哈，也安尼动作哈，练习腹肌力动基础的、动基本的，唔过非常有效，因为动重要讲3多以上。好，安尼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记得咯，做完以后啊，按顺，做下个动作，做下个动作，喺老人的野味缓和一下，个都市。好，比较不用享受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放松。做提起记得头3度吸气，个吐气，做3度呼吸。好，听嘢动作，记得咯，加系完全用安尼腹肌力练到呀都市的力量哈。啊，你脚抬起来放下，抬起来放下。好，听嘢动作哈，脚弯曲。抱脚，你发现冇？压大腿，个呀都是大腿压按摩呀，压都是鸦片啦哈，动到个安尼肌肉啦，动到安尼脂肪啊，动到宿便，安尼抱膝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头下放起来，你就会发现讲，压个距离了，压个距离，安尼轻到来，口也发速，安尼吐气。好，下摆脚伸出来，停到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慢慢的不用抬。啊，很酸呀呢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乡亲朋友啊，讲动酸痒呢，迄老人的身体哈，塞奶一下啦，哈，动酸痒讲啊，按酸痒咯，迄老身体安尼涩啊，讲哦，我顶动酸痒，是为了让你明天会更好，酸痒是比本很开健康。好，故说你假使讲要都是按太早，你脚一天没办法靠近的没，好，再来哦，吸气。好，牙关片哦，右片会按摩到右边的上行结肠、下行结肠，安尼腹腔的规个内脏哈，安尼大肠、小肠啊，哈，安尼宿便做挤压没，故说安尼一天唔会都是唔会太，好重要哦，停到呀，一只动作非常的好，头摆有老师讲一只动作叫拔瓦斯啊。这些是都方有安尼排气，你们有放屁呀、有冇有浊气，安尼按摩就会排出来，都拔瓦斯。好，停到呀，慢慢的上来。好，口一发看呀数，安尼，手肘握手肘。好，两个大腿靠胸，喊它吐气。停到呀，吸气。
好，吐气，肚子收，大腿很看好向下。好，慢慢吸气，吐气，肚子收。乡亲朋友，一只动作係平常你冇運動唔可以做嘅動作。好，你做到了啊，你要大腿靠胸，好，然後要給腹部的脂肪擠壓擠壓擠壓。好，慢慢吸氣，不用放鬆，吐氣。好，不用進來。啊，真好，好舒服哦。好，要按你吃到讲，那个肚子哈，本人去按摩过样啊，吃到讲啊，做够以后紧有紧就会有松，各位是都懂吃耶。好，来啦，乡亲朋友，那个进行下一个动作了哦，哈，胸仰脚弯曲啊，哈，然后呢，胸仰要用肚子的力量哈，慢慢的抬上去了，要对雕塑下半身哈，对燃烧下半身的脂肪，要按到的动作。简单又有效，又好做又方便，行到哪做到哪哈，然后脚抬起来，好，你可以你不用一个瑜伽砖啊，也不用一个乜个东西，不用多呀，你停到呀，里面有做的训练呀肚子的力量。好，停到呀以后呢，然后做变化式哦，脚慢慢的开，好，慢慢开，要开脚呢，係嚟到呀內側的淋巴，呀內側嘅安尼。脾肝肾3條筋頭，好，慢慢的，你張開始按呢一滴的，像玉美老師練按腳嘅，腳就可以幫我聽下。好，也練到當腳嘅時間咯，哈，平常慢慢的一滴的訓練哈，按呢隻腳哈，就唔會講按太痛，好，就唔會給按呢水腫一條。好，剛開始你就按呢之後，加下玉美老師嘅按呢動作唔好噶哈，你要天天的當做目標訓練去㗎。好，你就一滴的按呢。好，停到呀，我要做變化了，交叉。好，交叉。按你呀，腳胸仰呀，骨盤哈，我收縮，呀骨盤我胸仰按你收縮，唔可以去外擴，骨盤唔可以按太。好，按胸仰做10度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按你停到了。好，停到了以後呢，你可以數，停到呀，數腳咩嚟到係咩？全身嘅肌肉最延展嘅。好，慢慢吐氣嘅時候做腳彎曲。好，慢慢吸氣，存出來。好，呀，身體嘅安尼嘅肌肉啊，哈，你就要慢慢的全身去延展到安尼。好，慢慢的右腳彎曲，存出來。好，左腳彎曲，伸出來。好，安尼。你這教人腳趾粗嘅啦，你看個細人哈，你看娃娃啊，小孩子哈，一些以前的細人哈，細人就是嚟呀腳長大嘅嘛，叫佢識腳趾頭啊，腳趾頭拿嚟濕啦，安尼拗啊。好，各位做好啲嘅哈，身體鬆軟啲嘅，人家哈要個強調人哋腹肌力啊哈。好，唔變到咧，你看安尼。你看那腳屈輕輕呢，你看腳安尼屈輕輕呢啦，安尼腰會咪挺通到，因為安尼屈輕呢。好，個看喺度啊，右片，好，假使要加強啲啊，然後尾椎要放起來，假使你要做加強哈，你看玉美老師啊，一咻，用下來，吸氣，一咻，用下來，壓力都來用隻手往下推地的力量，好。屈鉗呢，屈鉗呢，哦，安尼都是動手呢。好，嗰時候你看你安尼，臀部抬起來，繞一圈。好，臀部抬起來，一咻，繞一圈。啊，撩一下，動神樣。好，停到呀，做2個呼吸。好，個反方向的，有瑜伽這些按呢，好平衡啊，有右片只有左片，有左片只有右片。好，鼓手也按左片呢，一咻，吐氣，吸氣，吐氣。記得咯，鄉親朋友，看下下巴，看下呀下眼呀哈，唔好按呢。你按呢法哈，人家後背僵緊哈，會被折到會受傷。人家下巴吐氣來轉來，到了，好，再按呢。
左片，放起来，离开。好，看解到啊哈，看玉梅老师那个臀部哈，也安尼动作动强呢啊，你看哈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解到啊，吸气，吐气。好了的呀，好，不要享受，好，抱膝，啊，头抬起一下，慢慢吸气，慢慢吐气。年轻朋友，你看下做嘛？有同玉梅老师看下做嘛？做到给都市动神样哦，燃烧牙腹部脂肪，那你行同没办法，看唔会便秘哦哈，看唔会便秘，你就唔会下半身你就会保持窈窕身材。好，做好气的胸腰，好，吸气，个不用强松，那看哦，看身体有外贴嘛，个看放起来，好，躺平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哈，没动简单哦。不过你当你做的话哈，你就会动对你啊身体的一个按摩啊、疏解就有动态帮助。记得了哈。好，你看牙臀部抬起来哈，牙师傅牙先放起来，也会这样变下来，牙也会做得规个贴哦天来哈，所以唔可以按呢，当然按呢，好，当然。水木鱼的好啊，躺着的迄有一脊椎驼背的关系，也有一个孔的对啊，有一个孔的安尼，冇办法安尼，平变下去，好，那变下去，你肚子就会往内收，你肚子往内收缩，好，下一个动作呢就是脚弯曲，好，抱小腿，都这样，挺多的呀，同样哦，刚才没有做过拔瓦斯的单脚没哈，也还双脚。好，挺到呀，吐气，大腿慢慢的弓腰，上半身放起来。安尼压扎动作对也会非常的好，各有做的按摩都是。好，两个手弓腰，挺到呀，挺到呀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你会有发现吗？胸跟牙身体哈，差不多一个球的样的安尼抱在一起。你假使讲迄无安尼的话呢，两个都是太太啊，做我们的按摩到。好，慢慢的，都得要停哈。好，停好伊个不用向上，吸气，不用提来，不用到了。好，不用向上。好，人家做变化了哟，人家脚弯曲没做的绕圈圈了哈，同样一只动作没动强哦，手不用我停来哈。好，同样按呢绕圈圈，用牙膝盖绕圈圈，用牙膝盖绕圈圈。好，你这样可是脚。膝盖并起来哈，安尼合起来，我较强，你还力量会完全集中到你腹部，好，安尼绕圈圈，这样可以是 C 钳呢，吐气，左片前面，右片上来，左片前面，右片上来，好，这样可以是安尼，好，慢慢呢，安尼个反方向，同样哦，用两个膝盖去绕圈圈。用两膝盖绕圈圈，然后各反方向。好，反方向过后呢，你做较强的位时候呢，我看玉梅老师的哈，同样加老娘的脚伸出来概念同样啊哈，同样安尼。好，臀部离开了，一咻，吐气，看到了右片，吸气，一咻，哎呦喂呀！好，意思就是讲，你要吹气的力。人家肚子有力哈，你再按你这样做，按你看呢，按你那些燃烧下半段的脂肪，一咻，你做10多哈，好，人家肚子就会动有力，人家丹田有力，走路有风，好，按你做6多1、2、3、4。6，好，不用享受。啊，动身哦，你动身去哈，你可以先脚弯曲，不用享受。好，过做重新改刀，因为老师做到鬼神的哈，
所以表示讲，有用到人家肚子的力啦，有用到人家核心肚子的核心力量哈。好，反方向呢，人家由右到左，然后由左到右了，左片，吸气，一咻，右片，不用强松，左片，吸气，上来，右片，不用强松，个左片哦，肯定哦，好，一咻，上来，好，做完些，不用强松，吐气，好，吸气。好，那放气了去，爱安尼啊哈，爱让人的身体，然后侧身，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，啊，参与射神样的流我鬼时内汗。乡亲朋友，你安尼水电的动作哈，你可以按不着睡前哈，也係講空腹夜，唔好食飽咗哦。安尼通常對人的燃燒脂肪夠瘦身哈，有非常非常大的效果，又簡單。好，今日好好運動，這對啊結束同大家分享，大家記得咯，鄉親朋友，當你做系列，好，你就會累積更多的健康的財富。安子生。